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13日。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这个胡适走势让金融消费者又是煎熬的一天截至收盘三大指数全线报收下跌就是绿盘报收。上证指数跌0.39%，深成指跌0.99%，创业板指数跌1.15%。两市成交额1.65万亿，比上个交易日缩量770亿，也就是说成交额已经开始萎缩向这个1.5万亿以下靠近。下跌的家数3777家，上涨的家数是1494家。今天胡适这个走势让很多这个金融消费者可以说是大跌眼镜他们以为今天应该一根阳线一飞冲天，实际上今天是一个非常惨的杀跌。前期的这些概念股什么科技股、机器人股、什么 DeepSeek 概念股、人工智能 AI 统统在下跌。只不过下午又有神秘资金进去开始救市这一幕似曾相识。银行、证券、煤炭的中字头的权重股又开始力挺指数。表面上看指数跌幅不大，但是金融消费者损失非常惨重。广大的散户又迎来了稳指数不赚钱的时代，赚了指数赔了钱这么一个对吧？这个场景我记得去年前年大部分时间都是这么过的。最近这个胡适它这个走势确实让这个金融消费者非常的纠结，一直在调整，虽然幅度不大，磨的这些金融消费者他没有脾气，一怒之下要割肉要减仓。等到金融消费者一减仓突然就来一根大阳线，让你追都追不上。等到这些小散户大腿拍到了之后，后悔不迭赶紧又杀进去，结果他就开始调整，开始震荡，震个几天，等到小散户受不了了割肉，结果他又一根大阳线拉起来，周而复始，就这么折磨这些小散户当然了，这些小散户既吃不记打也是咎由自取这个经济日报刊登一篇文章，叫稳住股市的决心就是信心。这个话特别拗口他说稳住股市的决心就是信心，决心等于信心，什么意思这给人感觉就是你要许多大的愿，对吧？你就能获得多大的成功。决心嘛就是信心，决心是你想干个什么事情，对吧？我有这个决心我要干什么，信心是说我能干得成，我有这个信心。然后这个经济日报说决心就是信心。这个我感觉经济日报现在理论方面要超过人民日报这个不安好心不怀好意对吧？人民日报刚发明一个高质量低质量这种辩证关系，这经济日报它就搞一个决心就是信心。经济日报文章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把稳住股市楼市写进总体要求，并提出更大力度促进楼市股市健康发展，再次凸显股市的重要地位营造乐观稳定的社会预期需要稳定的股市。我国股市规模庞大，有超2亿股民、7亿基民，逾5000家上市公司，关乎千家万户、千行百业。股市的平稳运行能够稳住广大投资者和上市公司的钱袋子，有效释放财富效应，对经济形成正反馈机制，继而改善预期，提振信心，推动全社会形成积极乐观谋发展的良好局面。这个文章的意思就是一个赌场如果搞好了也能促进经济，这个咱不能否认因为澳门它就靠赌博业，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就靠赌博当地经济搞得也还不错。这个经济日报说实际上稳住股市是一以贯之的政策方针，既有现实基础也有策略支撑，是可望又可及的。去年以来一揽子增量政策出台加力，投资者信心有效提升，社会预期显著改善，市场成交规模大幅增长，稳的基础在夯实，稳的态势在延续。今年要以更大力度促进股市健康发展。今年的报告提出诸多实招硬招，包括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大力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加强战略性力量储备和稳市场机制建设，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发展等，进一步稳住股市的政策工具箱已经打开，诸多重点举措将于关键处落子。这个经济日报原来是一句口号稳住股市的决心就是信心。你想稳住股市，你就能稳住股市，就这意思你想赚钱，你就能赚钱。那人民日报应该换个说法，既然对吧，你这么有魔力有决心就是信心，那你不如改成提高韭菜收入的决心，
就是信心，对吧？你有了提高韭菜的收入的决心啊，那就是信心啊，你就能提高韭菜收入。韭菜收入一提高，在我看来啊，你这问题基本上都解决了。韭菜收入一提高，他就要买房子；韭菜收入一提高，他就要去消费；韭菜收入一提高，他就不想卷了。所以说啊，经济日报既然有这么大的魔力啊，你把这个能力不要放在股市啊，放在提高韭菜收入上面。但是啊，这些金融消费者那可实实在在的把胡适当赌市啊，当赌场，一点都没有什么掩盖，都不愿意掩盖一下，都不愿意掩饰一下啊。以这个东方集团为例啊，这个东方集团不已经被证监会啊立案调查吗？连续4年造假，有强制退市的可能。结果这个东方集团啊，连续8个跌停之后，昨天啊突然涨停，就是上演了一个地天板，盘中股价从跌停迅速拉升至涨停，成交额超7亿元，单日振幅达 21.5%。此次地天板可能是游资与散户的短期投资行为，部分资金压住公司通过破产重整起死回生。昨天啊第8个跌停突然又涨停，你说这个东方集团摆明是要退市的，这个啊不停的在提示风险，但是还有大量的散户参与炒作，就是博它赌它不退市，从跌停能给它撬到涨停，成交额7个亿，这个7个亿是真金白银的买进去的。那今天呢，东方集团再一次跌停，也就是说昨天参与翘板的啊打涨停的，统统的今天买进去了啊，别想跑。就是居然还有人在参与东方集团的炒作，你说这个能叫投资者吗？这摆明了就是赌徒，这个比那个澳门赌场、拉斯维加斯赌场的赌徒还要赌性还要大。所以监管部门一说啊，要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保护，就这些人的权益为什么要保护啊？这些人就应该让那些庄啊、游资啊就割，早点把他们割得倾家荡产，早点结束，本身就是胡适的害群之马。这个胡适的害群之马啊，还有这个南风窗啊，今天有个报道说交15万带你炒股，金圈富少爆雷，说金川富少收15万进群费带人炒股爆雷。富二代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已经不算太吸引人的标签，然而顶着金圈富少的标签的网红富二代王正元还是俘获了很多粉丝。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人啊，这么王正元呢是金圈，那就是北京的富二代。以我的这个观念啊，在北京敢称二代的不多啊，还敢称自己是富二代，这个应该警惕啊。他的文章说啊，在居住在1700平大房子里，他称自己是空巢老人，在能装下3辆车的车库里，他吐槽迈凯伦是赔钱货。拍摄家里的房间格局，他调侃连保姆阿姨用的护肤品都是奢侈护肤品。他经常接受采访，并不忌讳自己的收入来源，也不忌讳以前的感情经历。采访他的自媒体博主感叹说啊，这人真诚，什么都能聊。除了展示自己富态生活，真正吸引粉丝的是他可以带领大家赚钱。在视频里，王正元有意无意地提到股市涨跌的情况，并且在直播里透露自己认识某位上市公司的内部大哥，拥有内部消息渠道。哎呀，看到这里我都笑了，上市公司的内部大哥拥有内部消息渠道啊，作为曾经的上市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不知道算不算上市公司的内部大哥啊？你看他拍几个视频，说一些资金充裕的粉丝相信了他，从4年前开始，有人陆续付费进入他的粉丝群，并且跟着投入了数十万进去，所谓跟着他炒股。然而最近这件事爆雷了。据红星新闻、南京新闻等媒体报道，有投资者表示其交了15万元进了王正元的粉丝群，而王正元以投资炒股为名诱导他们投入巨款，最终却未能兑现承诺，甚至拒绝退款。据投资者称啊，王正元通过入群收取的费用或已超过2000万元。就此，王正元曾发视频回应称，去年和前年已经接受相关部门调查，提交了证据和材料，他们觉得我是没有什么事情的，但目前该条回应视频已经删除。就付费进群、推荐股票等消息，南风窗记者向王正元多个平台的社交账号发送采访邀请，
截至发稿还没有得到回复。根据证券法及证监会相关规定，证券投资咨询业务需要相关资质方可开展，因此王正元的行为备受关注。为何投资人愿意相信金圈富少？这个实际上就是为自己的智商付费，对吧？智商欠缺，那你就要交钱把智商补齐，补到一个正常人的智商。所有进这个群的粉丝啊，交15万进群的都是智商残缺，有一个算一个，所以啊，也一点都不值得同情，就叫简而言之啊，就是活该，还想靠内幕消息赚钱。他不知道证监会这个大数据啊，这有多厉害。我在以前节目里面说过，这都是亲身经历啊。关于这个证监会大数据啊，查这个内幕消息，一个是啊，有一个银行的，应该不是行长啊，他是省行的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专门处理不良资产的，他就跟我说，他得到内幕消息，人家消息通天了，而且不用自己的账号，用的是一个远房亲戚的账号，堂弟吧还是表弟什么的，就买进去了，结果就被查出来了。人家这个证监会就是用大数据把这些异常交易全部给拎出来，就是在这个爆发之前啊买进去的，然后在高位跑的赚了钱的这些账号统统的异常交易啊，大数据很快就查出来，查出来就挨个打电话，挨个调查，很快就查到了他头上。他是如何躲过这一劫的呢？就是坚决不承认，因为实际他没有什么直接证据证明他知道了这个内幕消息，加上他投的钱不多，不像人家几千万的进去，人家恐怕就投了几十万。还有一家企业啊，我也不能说地址，说了之后都很麻烦，是一个省会城市啊，有一家企业本来是做房地产的，后来就是要倒闭要退市，当地政府啊就对他进行这个叫纾困，然后这家企业好像就跟华为搭上关系了，就有了华为概念。这家公司当时股价只有2块多，不到3块。然后有一天我在办公室啊，然后一个老领导啊找我们聊天，他问我炒不炒股，我说曾经炒股，但是现在不炒了。然后他就跟我讲，你要炒股，我给你推荐一只股票。我说什么股票？他就说了这股票的名字代码。我说为啥？他说这个马上跟华为合作。我说你怎么知道呢？他就说来自政府内部。我对这种消息从来不感冒，我也不炒股了，但是已经金盆洗手了。但是我们天天聊这个股票，他经常到办公室找我聊天，一聊天我们俩就把那个 K 线就把那个交易软件打开，看看他推荐的股票怎么样了。然后那只股票从3块一直涨到10几块，他说的那些后面都验证了。但是我不敢买，因为我知道你要买10有8九要倒霉。如果你就买个1万2万的，恐怕问题还不大，对吧？你只要买的多一点，你一定会查你。类似这种重组股就是靠消息，但是这个消息有真有假。那只股票一直在下跌，在底部不动，这个时候人家告诉你消息10有8九是真的。但是那个股票涨得还可以，这个人家告诉你消息，那10有8九是让你去接盘的，那是假消息。普通的人你是接触不到什么核心消息的。骗子为什么把自己包装成富二代呢？实际上就是骗取别人信任，让人家更加相信他。富二代不一定能接触到真正的什么消息，权贵有可能如果他是权贵，有可能能接触到核心消息，但是富二代接触不到。我甚至遇到过有人让我把我的账号里面的资金不动，把账号交给他去炒，赚了钱5分，因为他有内幕消息，他甚至号称他的消息，这个操纵这个账号的人就是证监会内部的人。那你说什么上市公司重组、并购、增发，不都是他们先知道吗？我不相信，我宁愿自己炒，谁知道他是不是骗子？第二个，他就是不是骗子，这事迟早要东窗事发，要连累你这些上当受骗的都是为自己的智商在交费。我们再看看这个喜欢到处打听消息的胡一进老师这胡一进老师一没事就经常跟那些对吧，这个基金经理跟那些私募还跟那些这个牛散在一起聚会打探，这聚会就是打探消息人家给他2只股票，他2只都买了，一只涨得不错，一只跌得很惨，加到一起合着是差不多。这是他自己说的吧？你就看他的微博最近这个海底捞火锅不是出了一个事吗？有几个年轻人喝多了，好像往那火锅里尿尿，然后还拍了视频发到网上。就这个事情呢，胡一进老师写了个微博进行评论他说海底捞火锅最新发了个声明，我看到不少网友的反馈还是挺认可的。之前海底捞就2名食客撒尿事件多次发了声明，其中第2次因为声明中抨击网上恶意传播者，并且要保护未成年肇事者，而在网上翻车，使大家的怒气撒向了海底捞公司。如今在服务业中开实体店，应当说是很大的挑战，对经营团队的综合要求非常高，服务质量首先是硬功夫，得如百密一疏的
差错和意外事件，经营者除了要有解决好问题的认真态度，还需要有非常通透的情商和丰富的经验支持自己的诚意，使实际处理过程和产生的效果都与初衷相吻合，被公众所接受。胡静说然而客观说，当一个事情有了一定的关注度后，会聚集无数双眼睛以及各种感受，舆论场对事情的看法会衍生出很多角度，企业能够做到及时、准确、妥善处理好事情，难度相当高。因为企业公关团队人数有限，经验也有限，而网上公众是海量的观点活跃，不断更新，结果就是不时有企业的公关没有与公众情绪好恶对接准，甚至走歪了，导致引发争议越滚越大，最终变成公共舆论事件。像在海底捞这件事情上，老胡个人相信，海底捞的团队从一开始就抱着企业遇到意外事件的通常态度，希望把事情说清楚，使它尽快平息。这样的初衷我觉得无可厚非，问题是他们公关话语与公众情绪出现了错位，这种错位我愿意相信是公关技术层面的，而非海底捞团队真的不把公众的利益和关切当回事，也并非他们高高在上想给网友们当老师。海底捞本身就是服务大众的公司，它之所以越做越火爆，最大的原因就是它的服务好，在消费者中有广受认可的口碑。如果海底捞就是一副蛮横相，他不可能走到今天。这胡静老师就是和稀泥就是海底捞还是不错的，但是海底捞也做了这样的事情，我相信他不是故意这么做的，就这意思就是无心之错，大家放过他吧。好在我不吃海底捞我没有吃过一次海底捞，所以这个像海底捞这个火锅里尿尿，这个对我没什么影响，恶心不到我。但是毕竟有很多人吃过海底捞，还喜欢吃海底捞，就大家就会联想你那一锅对吧，你那餐具完了之后也不知道洗不洗干净，总之下一波客人还要用还要吃这个事情海底捞是个受害者，但是他对消费者来说，海底捞应该站出来主动承担责任，而不是把那个小孩把那些就是少年当做主要责任人。就是这里面有几个关系消费者被恶心到了，消费者对吧利益受到损害，他们认为我用了这个餐具火锅里面对吧被人尿过尿的，那这个事情谁该负责任呢？是海底捞要负责。至于海底捞的损失谁来赔呢？那是由那些青少年对吧，这个关系要搞清楚。结果海底捞我想象他的公关一定是把这个青少年对吧跟这个消费者他们之间挂上钩了，把海底捞自己变成一个仲裁者，他经常脱壳，然后再回头教育消费者对吧，他们还是生孩子对吧，谁不能犯错误呢？人生对吧，这酒喝多了又是青少年，你看这一下把这些消费者一下更加激怒。胡静老师他的评论纯粹是和稀泥似的，看上去像老好人，实际上是在混淆视线，是在为这个海底捞脱责。这个事情发生在你海底捞，海底捞要给消费者赔钱，第一时间就赔钱就对了，然后你海底捞再去找那几个小孩，你找他算账对吧，给你赔偿人名誉损失费，什么这个费那个费，你去起诉他们家长对吧。但是海底捞他摆出这个姿态，他的公关玩了一套什么呢？经常脱壳，把它变成这些几个小孩和消费者之间的对立，就这么个事情他说不明白。这胡静老师在这个环球时报搞评论，确实他这回是想给海底捞吊盘了。说实话海底捞这个事情我也没关注，我也没做节目，我只是看胡静老师这么评论，我想象一下我就知道为什么大家生气，本质上是海底捞逃避责任。但是胡静老师不知道是不是拿了海底捞的钱或者好处，这不太清楚他为海底捞说话，说海底捞初衷是好的，技术处理出了错误，实际上是海底捞的公关主观上就想脱责。再说通透一点就你把消费者当傻子，你想愚弄消费者。最后胡静老师说他说我的意思是，出了一件事，网友们当然要各抒己见，回应的人如果说话不得体，大家痛快骂一顿便是，我们没有义务哄任何人和任何企业，但同时我们要清楚，都是人，情商都有漏洞，再棒的公众交流系统也会有时间出问题也会有时出问题。你看胡静老师太能转移这个话题这个是主观上的问题，也就是他诚心他要脱责，那用户又不傻，消费者又不傻。然后胡静老师又说还是那句话，现在做实体店太难了，实体店出差错，只要是认真整改，我们不妨就鼓励这样的态度，事情能翻篇就让它翻篇。针对美国和乌克兰在沙特达成一致是吧？同意停火30天。这胡静老师也评论了胡静老师说美乌谈成了，
普京如何接招？你看看口气不一样了啊！就我记得是1个月前吧，胡锡进老师还手舞足蹈的说这个俄罗斯熬出来了，这现在就变成普京如何接招了？这到底熬没熬出来呢？这才好几天呢，普京也要接特朗普的招了，你说这叫什么事？这胡锡进老师还是高兴的太早啊！胡锡进老师喜欢看外媒报道啊，南华早报他是看的，莫斯科时报他也看，所以我觉得胡锡进老师啊应该是看到了相关报道。你比如说啊，南华早报、莫斯科时报等媒体报道，由于俄罗斯的限制和无理由扣押军民两用物资，导致中国经俄罗斯运往欧洲的铁路货运量大幅下降。不知道胡锡进老师怎么评论这件事啊？俄爹无理由扣押军民两用物资，什么军民两用物资啊？就连那个迷彩服都算。胡锡进老师怎么解释呢？怎么雕这个盘呢？难道把这个解释为俄爹对咱们的关爱？这一带一路就这么折在俄爹手上？胡锡进老师啊，看到这样的新闻叫选择性忽视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